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对即礼拜开始已经室内无人数的限制啊，所以会当欢喜邀请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，咱同齐敬拜。啊，咱共款有礼拜堂中间，咱有实体的礼拜，也踮伫线顶，咱会当若是无方便出门的，会当踮伫厝的，用线顶的方式来相敬拜。所以这个时阵嘛，搁一摆邀请咱。咱若是要分享咱的连结，会当踮伫即个时间，咱做伙分享，互踮伫厝的兄弟姊妹。所以伫礼拜要开始进前，咱也搁一摆备办咱的心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告诉阮整个台湾，互阮踮伫疫情的影响控制到呾。对即礼拜开始，政府已经会当开放一聚会的所在。互阮踮伫拜堂中间的人数无阁受到限制，为着安尼，阮献上感谢的心。今早起，阮阁一摆自集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愿你的恩典祝福阮，保守阮今早起所有服侍的同工，以及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的心单单献上互你，愿主你甲阮三弟弟，同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平安。咱大先来看374首，374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。迄个银幕太拢无看见。374首，咱吟诗上重要的就是唱音互对，就爱唱字互对清楚来，咱搁请司琴甲咱弹一段。来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，是命人要去做工。传拢到时就也谢谢，是命人要去修当。救主经过就得救你，你就休息在结果。家人欢喜随心讲，我的家请我。咱的这个PowerPoint 顶管足大字吼，足大字所以咱会当唱甲足清楚，达到安尼吼。来，咱来看第二节，咱唱第二节吼。来上来，世俗袂为祈高天来保佑，福音真相，你的出必是为有人。听叫
咱唱第一节甲第二节就好吼。好，咱即马过来，再来唱一首270首，270首。着恬静，着恭敬。来，吟第一节，着恬静，着恭敬，有声真真切，着恬静，专心听，甲会无边的，轻轻行，轻轻行，走伫咱中间，稳稳了，稳稳煞，爱咱君我。迄个尾仔的所在，吼，尾仔的所在有一个所在，副歌，轻轻行，轻轻行，主伫咱中间。啊，尾啊吼，稳稳念，稳稳煞，念个煞，主爱咱君我吼。即个意思是咧讲，咱着爱用真恭敬的心吼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伊安尼吼。来，咱搁唱第一节，咱搁唱第一节吼。来，着恬静，着恭敬，有声真真切，着恬静，专心听，着真宝贝，轻轻行，轻轻行。咱中间，咱副歌搁唱一遍，副歌搁唱一遍。轻轻行，走伫咱中间，稳稳了，稳稳煞，爱咱君我。为着咱现场的肃静，咱也有带手机啊，请咱甲关机，也是关做震动的声。
就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。就感谢伊俄勒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撒迦利音圣诗俄勒上帝，圣诗第270首，着恬静，着恭敬。听的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得哥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世人中国我。上天，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兄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个我，永远的活命。请坐。三甲的交托启文，启文第19篇，也就是诗篇的84篇，我来启。请兄弟做伙来引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！我恋慕上主的殿院，到要分去。做伙来，
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做寿。听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。对你得到困难的人真有福气。因经过一道大扫山谷，拢变做泉源。因哪行哪有力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保护阮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伫你的殿院点一日，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。因为主上帝是日头，是灯牌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。万军的统帅上主啊，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。同心压头来祈祷，慈悲听堂的主上帝啊，阮感谢了你，感谢你创造天地，搁伫万民中竞选阮，用长看关心的听阮遮的不配的人。感谢你将真理的大光照入阮的生命，阮知着怎样行才会合你的心意。搁成做别人的祝福。COVID-19 病毒伫疫苗慢慢普及了后，已经得到初步的控制。我们要为着个人甲团体生活、教会、社会以及其他国际上的侪活动，会当正常来进行献上感谢。求你怜悯阮众人，安慰遐个不安的人心。求你互所有受感染的病人紧紧来复原。祝福佮保护所有医疗团队的成员，保护受因身心灵平安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把应允阮，求的就得到，找到的就拄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你的应允永袂改变，你的慈爱万代长留。感谢你用疼痛的双手扶持阮，用温暖的怀抱保护阮。伤心的时有安慰，患难的时有帮衬，病痛的时有医治。望阮的儿女袂堪得，感谢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愿给你听我祈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。上赞，这是圣歌队要用万米照伊的时来带领咱敬拜。兄弟，就让你。
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12章，咱要对38节读到44节。马可福音12章38节安尼讲：耶稣假死的时，佮讲，着提防遐个经学士，因爱穿长衫四界行，爱伫街市呢，互人请安，会当来坐官位，宴得呢坐大位。因晓吞酒寡人的家伙，假意长长祈祷，因要受罪搁较重。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，众人在用钱迄落库房，有侪侪富人用侪侪钱迄落去。有一个送香的守寡人来，迄2个半厘的，就是1厘。耶稣就叫伊的学生来，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个送香的守寡人所迄个。比种迄落库房的较济，44节，因为遐个众人是对因有剩的来ฮ็，若是即个富人人是对伫伊的无够来一尽ฮ็伊所有的，就是伊所挖课来挖的。讲到今日咱敬听的老兵系牧师要向咱宣讲的信息是：诚心所现，诚做美好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因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中间，当敬拜、当献上阮的金丝鹅肉。主，愿你亲自踮伫阮中间，帮助阮，互阮对你的话语中间，阮得到学习，也真正遵照你的旨意来行，通得到主你极大的恩典。阮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。在这来平安，真欢喜会当看到大家，咱会当小请安一下，难得遮尔侪人，真欢喜看到你，甲你身边的人讲，真欢喜看到你。真正真长的时间，拢无法度来到伫拜堂中间，渐渐恢复到咱已经进入一个室内无限制的状况，这是咱得到真大的恩典。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咱是领受恩典、煞接，咱也学习奉献的人。但是奉献也犹原是咱一生拢咧学习的功课，因为老实讲，奉献并无简单。为什么伊无简单？因为人真歹去按算讲，我到底应该爱奉献偌济才有够野？所以咱伫面对奉献时，咱定定嘛会开始咧想，所以我到底爱存偌济？我到底爱为着家己保留偌济？但是当咱一直咧安尼想的时阵，恐惊咱无意识一件事，咱是想要为着家己留一寡安全的保证。当咧思考奉献的时阵，咱若是开始想着家己的时阵，咱已经渐渐离开上帝，愈来愈远啊！所以耶稣甲经学教师对因的辩论开始，因咧讨论一件事，因开始咧讨论讲，倒一条诫命上介重要啊？经学教师问耶稣讲，倒一条诫命上重要？耶稣讲啥物？第一条是啥物？爱尽心尽性尽情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过来第二条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好，听了这2条了后，经学教师讲一件真重要的事。伊讲吼，做着遮的事，比要献偌济只点伫祭坛顶面搁较重要。意思就是讲，当你面对奉献的时阵，爱对。咱怎样面对诫命这回事来？怎样是尽心尽性、尽情尽意听主上帝，以及听厝边亲像家己，对这开始出发。听了这个辩论了后，群众真欢喜啊！因为侪人足欢喜的，因为因受到经学教师的压制，咱会当讲是压制，因为经学教师一直互人足侪捆绑，这个捆绑是要求讲。若是要领受上帝恩典，恁应该爱做啥物？做啥物？因追求的是一个活在，无去面对耶稣所讲的诫命，是一直咧讲人内在的更新。
所以耶稣踮伫遮，甲济人讲爱提防因，因为遮的经学教师拢安怎？遮的经学教师踮伫街仔路顶面，因拢穿啥物？穿长长的袍。啊，为什么爱穿安尼？足惊别人毋知影伊是啥物人嘛。要穿了长长的袍，随落踮伫地，因为足惊讲人毋知因。踮伫公共的场合的时阵，嘛四界人请安，啊嘛爱别人甲因做伙请安。足惊讲别人若是毋知影因是啥物人，啊踮伫会堂内面爱坐对。爱坐伫上悬的位置，爱坐伫上大的位置，这是因所咧追求的。耶稣继续讲，因吞甲寡妇的财产，表演长篇的祈祷，因一定会受到严格的处罚。真清楚咧讲一项事，当这经学教师所追求的是一个外在的展现的时阵，这人离上帝愈来愈远。虽然外表看起来会当做足侪事，外表看起来遵行一切宗教的义务，有奉献、有聚会、有主持礼拜，有侪义务有完成，但是因离上帝愈来愈遥远。讲了这个事以后，耶稣当月来到伫圣殿的课房遐，伊咧看逐个人到底怎样祈祷的。侪人要到伫圣殿中间祈祷，咱会当来想想看觅，遐个人到底咧做啥物？当遐个人咧奉献的时阵，我逐摆一直咧想，到底迄个情景是啥物？可能有一个奉献箱伫遐，啊，好野人开始对外面行即摆奉献，伊是安怎即摆？大摇大摆对外面行即摆，手内底摸着伊要奉献的金钱。然后，若是伊是一个奉献箱啊，我一直咧想，啊，我著挑高伊，虽然看起来吼要献足济，但是我挑高伊爱换足济零角啊，啊开始对遐落落哒哒哒哒哒，啊，都一直听到迄个声音着，一直听到迄个奉献的声音，迄个钱甲钱伫遐咧弄的声音，啊，逐个人咧比啥物？倒一个人的声较大声，倒一个人的声音较长。开始咧做比较，讲啊，你献偌济，啊，我就爱献偌济。所以当因开始咧比较的时阵，遮个人足惊讲别人毋知影因足好嘢。所以一直咧奉献的时阵，迄毋过是真做奉献，迄真做一个比较的场合，真做一个要人展现讲你看我偌有的场合。所以伫迄个比较的现场，忽然间一个人行入来，这个人穿了安怎？对比遐个人穿了足水的，这个行入来的人可能衫真旧，啊慢慢咧行。边仔人一看，这就是宋乡人，伊是一个寡妇，进入这个奉献的现场。啊，有当时我嘛讲，这可能已经毋是奉献的现场啊，这是一个比较的现场。伫这个互相比较的现场，一个穿衫破旧的妇人人，一步一步行入这个场合，然后提出伊的奉献，落落去，啥物声？哭哭，就敢两声尔，哭哭。啊，边仔的人咧想啥？你敢若安尼嘛敢来哦？边仔人咧想啥？当遮个人所有好野人咧比较的时阵，因开始咧想的是：你敢若安尼，你嘛敢来奉献吗？敢若这两声，啊穿衫嘛看起来足旧的，是一个寡妇，无人要甲伊做伙，伊是一个社会边缘的人，安尼你嘛敢来嘛？但是耶稣讲啥物？耶稣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寡妇所献的比恁搁较济，因为恁逐人是安怎？恁逐人咧奉献的时阵是算恁到底存偌济，但是对这个寡妇来讲，伊是完全将伊家己
完全拢要献给上帝。奉献是一个将咱家己完全献给上帝的行动，是一个完全献给上帝的回应。圣经故事的实况，伊对咱讲一件事。当逐摆咧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阵，咱爱受到真大的冲击，因为有足侪事其实咱毋敢讲。人爱无受到外在的行为影响，老实讲真无简单。毕竟，伫咱中间，啥物人无想要别人看重咱呢？无想要别人尊敬咱呢？所以，就算讲咱认真服侍上帝，真拍拼踮伫教会服侍，也愿意奉献支持逐款宣教的工作，但是咱犹原爱真诚实去面对一件事。伫咱心内底，犹原有迄一点点仔，我毋知迄个一点点仔是偌济，迄一点点仔是想要互别人通看见。无论我做了偌济，咱犹原有迄个想要互别人看见的心。所以咱咧讲奉献的时阵，有当时咱要讲是完全的奉献，无遐尼简单。因为咱犹原有一点点仔是咱想要互别人看到，咱愈清楚这件事，愈面对这件事，就愈知影人是软弱的。咱愈面对这件事的时阵，咱就愈知影人的罪是啥物。人的罪毋是讲咱实际有犯罪，人的罪是，就算讲我完成一切宗教的义务，完成一切服侍，看起来做足侪工。但是犹原有一寡寡是，我想要别人看到我想要别人肯定我想要别人知影我做偌济。所以对这个故事，咱必须爱诚实去面对。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确实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但是逐摆讲到这，少年人就会开始咧问我后一个问题。少年人绝对会走出来问我讲：牧师你安尼讲吼，认真投入点伫服侍有问题，我是毋是规气都卖服侍、卖奉献就好啊嘛？少年人绝对会安尼想，当然毋是安尼。伊所咧表达的是啥物？人上大的问题是伤过头，看重家己的重要性。伤过头看重家己的重要性，伤过疼家己颠倒袂记你厝边会记你无？耶稣咧讲这项事是绝对上界重要的界面遐来的，疼上帝，疼厝边。人上大的问题是伤过头疼家己，赢过上帝，也赢过厝边。所以一个神学家讲了真精彩，伊讲人吼。伤过疼家己啊啦！伊讲吼，上帝绝对袂去下这把火，因为伊已经有够光啊。人拢想要互人看到家己，所以面对奉献的时阵，咱上界重要的考验是：我咧面对家己的罪，我咧面对家己的软弱，我咧面对有足侪时阵，其实我足想要互别人看到我。甲上帝的关系是安尼。所以，咱这个关系嘛，影响踮伫咱每一个所在。既然咱对上帝是咱过头看家己，安尼，咱咧甲厝边、甲咱的朋友、甲咱的亲人互动的过程中间，咱犹原嘛共款。咱犹原嘛是过头看家己的需要，赢过别人的需要。所以到上尾啊，咱进入迄个比较的现场。踮伫每一摆，咱做偌济时阵，是为着要互人知，你有看到我无？你有看到我做遮济无？所以，迄个寡妇出现伫奉献的现场的时阵，才会互济人心内底的邪恶的面貌，全部拢显现出来。咱会当想，所有人拢家己心内底拢咧讲，伊哪会伫遮？伊凭啥物伫遮？穿塔遮尔久，也无啥物钱，伊所献的，敢会受着上帝所感染吗？
这个声音已经踮伫伊的生命中间一世人啊，受到人的看轻，受到人的忽略，但是这一切无阻止这个寡妇的行动。检采一个啥物拢无的人，比咱搁较清楚，除了掠着上帝以外，无别项；除了掠着上帝以外，无别项的稳定。所以，迄个哭空两声，迄个哭空两声是啥物意思？迄个哭空两声，真做咱真大的稳定，因为耶稣讲，伊要建立的是这个。伊所要建立的是，这个寡妇将伊全部所有拢献上，所以这个奉献的行动才会真做美好。当咱一直咧面对黑暗、面对罪的时阵，咱袂记咧看重一件事，咱袂记咧看真正的美好是啥物，咱袂记咧去看生命中间真正的水到底是啥物，咱敢若对外在边仔的人去看这个寡妇，一个互人忽略的人，一个啥物拢无的人，敢若看这个寡妇行伫迄个现场，敢若看外在的一切，但是袂记得去看心内底的水到底是啥物，到底奉献的行动带来啥物款的美好？因为这个寡妇将伊所有的献互主。将伊所有的献互主是，伊早着领受稳定，伊早着领受上帝踮伫伊生命中间拯救的稳定，所以伊愿意将这一切全部献互上帝。这敢袂正做咱奉献的学习吗？顶礼拜下晡，慈济的人来教会，因咧设计一个活动，因想要带真侪国中生来认捌巴克利牧师的故事，所以我讲算笑讲这是主祭，请咱开报道会。一个下晡100个人，100个拢是主祭的人，有囡仔有大人要做伙踮伫礼拜堂中间。啊，迄个老师讲，牧师请你一定爱甲遮的少年人分享，你为什么要诚做牧师？我讲你真特别呢。主祭的人爱我一定爱甲少年人分享，我为什么要做牧师？啊嘛爱我一定爱甲遮个少年人分享巴克利牧师的故事。听了以后，其实我有足大的学习，因为这就是因讲的大爱嘛。因为伊咧强调讲爱有大爱，所以因期待讲透过教会的分享，透过牧师的分享，或者个少年人去学习，到底啥物叫做付出家己。来为着社会，为着别人。啊，踮伫咧参观的过程中间，有一个厝边，甲因做伙来的。伊讲伊住伫教会边啊，足侪年啊，差不多50-60年的时间。啊，伊忽然甲我咧讲吼，我看恁逐礼拜遮拢足热烈。啊，但是我住伫遮50-60年，我毋知影巴克利牧师的故事呢。这带互我真大的反省。咱的厝边毋是基督徒的人，住伫遮50-60年，但是伊毋知影巴克利牧师的故事。我想，咱需要重新来面对的是，对顶礼拜咱咧讲，咱的名是啥物？咱家己的名，咱教会的名，以及咱怎样因为回应上帝、听上帝，也听厝边的。巴克利牧师的故事。对咱较年长的人来讲，检采咱定定听，但是少年人嘛甲我讲，牧师我确实阮真少听到巴克利牧师的故事。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宣教师的使命会成做咱什么款的典范呢？咱敢有意识一件事？巴克利牧师甲伊丽莎白牧师娘奉献因的生命，踮伫台湾这块土地，这是咱今仔日做伙组织踮伫这个礼拜堂中间，早着领受的稳定。无论咱什么原因组织踮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巴克利牧师甲伊丽莎白牧师娘因两人完全的奉献是咱领受的稳定。
所以今仔日的咱回应上帝，服侍人，服侍教会，服侍厝边，是咱的回应。甚至这个回应，互咱得到一个真大的尊荣是啥物？咱竟然，咱是啥物人？咱竟然会当甲巴克的牧师、甲伊丽莎白牧师娘共款，得到共款的恩典，去服侍迄个超越一切的上帝。所以，当咱每一摆咧奉献的时阵，咱咧服侍的时阵，其实咱领受的福分是甲巴克的牧师、甲伊丽莎白牧师娘共款的。咱是军队因的骹步咧服侍这个永远听咱的上帝。这是咱教会的故事。所以，咱会当徛在伫遮，是上帝对古早到现在，甚至未来一直咧做工。使用咱，互咱会当真做见证，互咱会当去听上帝，嘛互咱会当去听人。嘛因为安尼，我重新咧读巴克利牧师的故事。我想一个故事，咱定定听，就是巴克利牧师的献身文，对无？伊献身的时阵写一篇，伊献身的文章，伊几岁的时阵写，咱敢会记？伊16岁的时阵写的，16岁的时阵写这篇献身文，然后每一年的生日拢踮伫遐签名嘛。啊，到伊甲伊丽莎白牧师娘结婚的时阵，两个人就做伙签。好，这故事大家人拢听，但是我嘛重新咧反省，我干那咧听，我无认真看内容到底咧写啥物。咱敢若看到这件事，都是足感动的。巴克利牧师每一年生日拢跪伫床边，然后读这个献身文。啊，但是咱对这项事足感动的，但是咱足少详细去看伊的内容到底是啥物。所以今仔日咱搁一摆来看一下，伊到底咧写啥物吧。伊讲永远达得阿罗的主啊，我愿意谦卑顺服。献身互你，我罪孽极轻，原本不配徛伫天顶主宰、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的面前，尤其是历这个约的时，更觉感觉见效。总是我相信一切拢有你恩典甲计划。等下，咱有发现伊咧讲啥物无？伊足清楚讲一件事是，我的罪孽极轻，原本不配。特别伫每一摆入这个约的时阵，更加感觉见效。咱会看到讲巴克利牧师伊咧讲啥物？是咱今仔日每一个人咧服侍的时阵，咱敢有同款的心志吗？我是一个罪孽极轻的人。原本是不配咧服侍伊的，特别当我每一摆讲我要奉献的时阵，更加感觉见效。但是一切拢有你的恩典甲计划啊！继续，伫你圣囝的身上显明你的恩典，互我顺服来接受。我知影我是有罪的人，亲像抽响的对胸啼哭。恳求怜悯甲赦免。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是照着圣婴仔的名，是我靠伊的义，求你纪念圣囝，怜悯我这个不义的人，请毋通记得我的罪，恳求接纳我这个悖逆的人。我确信一切权柄拢属于你。这是一个真深的认罪，咱是有罪的人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。继续，今仔日我用严肃的态度誓约顺服，我放下一切会管辖我的，我要将我甲我所有的，无论心思意念、身躯百体、财物。
时间也是一切的快乐，拢要奉献予你，是要互我成做有路用的器具，为当引带众人归向你，荣耀你的名。我决意一世人顺服你。咱是上帝的奴仆，咱所有的一切财物、时间、一切的快乐，拢是上帝的。咱是咧学习奉献给上帝。继续，我用热心谦卑的决志，望永远属于你，而且时时会当明白你所爱的指示，用热情甲欢喜的心来实现奉献意志。咱有看到讲，迄个奉献是带来热情、带来喜乐的。对一个感觉家己罪孽极深，总是体会上帝恩典的人，到伫伊愿意奉献伊家己的时阵，是充满热情甲喜乐。我将家己交托予你，顺服你的旨意，遵探你无限的智慧安排，为当互我成做荣耀你的器具。无论什么境遇，我拢遵探你的诫命，完全顺服你。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。我欢喜甘愿，忠实顺服，接受你的管辖。咱是将咱家己交予主，完全学习顺服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成做你的器具，互我入伫你竞选的百姓中，读伫圣经宝会内面洗清罪过，互我称伊的义。通过圣神来得到正胜，求你改变我，互我话当亲像伊共款，得到清气、喜乐、安慰，甲所需要的快乐，互我的活命伫被上帝荣光甲能力下面来生活。面对严肃的时期，地面上一切希望甲快乐拢会消融，愿我会记得。将所立的约摆列伫你的面前，相信我得救的愿望是有把握的。主啊，恳求你会记得。天父啊，恳求你可怜你要死去的囡仔，将阮抱伫你永远的胸前。用能力甲信心放伫得要离开的灵魂，接纳我的灵魂，带到困伫主内面的人的所在，用平安欢喜听候你，对百姓的应允成就伫你面前，三甲享受阳光甲喜乐。伊的期待是一生要踮伫主，一生跑走到伫伊生命的路尾，会当得到欢喜接纳，入到伫上帝的厝。伫我转去做家了后，见若活的朋友看到这份甲你所立的约，也会当将这个约当作家己的约。愿你的恩典温准伊有份照着阮的大中保，甲你立约的福分。愿懊恼荣耀永远归伫圣父、圣子甲圣神。阿门。所以今仔日当咱看到这份立约的时阵，是咱每一个人也甲别个的牧师共款，做伙咧立这个约，奉献咱家己，互咱有份伫上帝恩典中间。所以，当每一摆咱咧服侍，咱咧奉献，当咱咧听上帝、听厝边的时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立约。奉献毋是为着家己留啥物，为着留一寡剩的物件才献予上帝。奉献是一个严肃的立约，就那亲像别个的牧师甲牧师娘一样，将因完全所有献予主上帝。是主爱咱做啥物，咱就充满热情甲喜乐，继续向前来跑走。毋是外在的，是内在真严肃的立约。因为这个立约也体会到上帝恩典要
点伫咱每一个人中间。顶礼拜总会点伫咱遮办宣告检讨会，到伫上尾啊，新行业的老师提出一个真重要的反省。今仔日教会问题到底是啥物？今仔日教会问题，有人讲是无咧传福音，有人讲是咱伤侪资源，有人讲是咱无愿意服侍。但是问题敢若一个，问题敢若一个就是今仔日的教会并无悔改的心。今仔日的教会并无悔改的心，无悔改甲顺服的心。所以，咱无法度经验圣神，咱无法度见证上帝开力要点伫咱中间。咱注重外在，咱看重外在的一切赢过内在。当这个寡妇出现点伫迄个现场的时阵，伊搁一摆咧提醒咱，真正的奉献是啥物？将你甲家己献互主，要诚做美好，诚心将你家己献上的时阵，要成就济济上帝美好的事，点伫即个土地。100几年来是安尼，对今仔日继续行往未来，也要是安尼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诗，听吧，伫咧弄目箱的响声，是养钱人比较的所在。残留的声是长是短，显出你我的距离。看，长包好碎落，济济人的请安，阁是另外一摆的比较。祈祷诚做表演，无过是讲家己的心意。奉献只不过是炫富，毋是诚心所献。慢慢点点，扑通两声，人咧笑，你看，伊阁敢来咧。无伫规则内面的送向寡妇，拄破那纸片般的骄傲。诚心所献，诚做美好。美足的响声曲动甲，互人无法度欣赏。听吧，看吧，想吧，讲吧，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呢？今仔日的咱需要定心憔悴，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价值。献上咱家己，成就上帝美好的工作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感谢你，因为你将极大的恩典放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，就算讲阮是有罪软弱的人，你有缘听阮，顾受阮。当阮今仔日徛在点伫遮。阮徛伫宣教师奉献因生命所建立的教会，所建立一切的资产，总是主管也真正谦卑尽阮本身的罪。当阮搁一摆读到立约故事的时，阮真正搁较需要面对阮家己，将阮家己放下来跟对你，愿阮的生命。实在献伫你的面前，互你美好的工作通伫即个世界显明出来。愿阮搁较高听上帝，听厝边，赢过阮家己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回应上帝教示，搁一摆做伙来吟诗。圣诗第374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叫，咱坐咧吟。
家在我在我，世所为为其高敬我，来不永恒的真相，你内所必是为我了，为我条求主的名，世所关我每高家亲。要为我无极力，为的救助我以最高，以为我乐所好给。是为我不必提赛，我的灵我的巴拉，以为不用做的条道。我拉命与谁尽的，谁所谓为给其快乐，我因在我的心波，你为抓龙中谁家，安因来我做去我，我的应应我的天心。我不能当最下岗，谁尽最最尽尽定论，做爱的赞的求浪，我一条谈求做命令，是那最后的希望，做的给你紧紧的意。我的家在我在我，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，这时请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咱已经恢复实体礼拜，也恢复实体收奉献，欢迎兄弟踊跃回来教会。若是真正无方便，也通用汇款的方式。账户的资料伫咱的 PPT。毋过我会记你注明奉献者的姓名，无咱就只好用邮寄来列名。以上。听者，所接请牧师来报告。
好的兄弟大家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会当渐渐应该会当恢复，拢完全正常的恢复实体的聚会啊，所以嘛邀请咱若是踮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咱若是准备好势，嘛会当渐渐转来到伫教会中间吼。哦，咱踮伫拜三暗暝，北克的圣经学堂，咱犹原踮伫线顶啊，所以嘛请咱会当准备遮的经文，会当做伙来学习啊。即礼拜是部会周啊，后礼拜咱要召开中职会，所以请咱中职同工，咱同齐注意这个时间吼。过来，咱伫12月初5，咱要举行圣礼典，所以若你也想要报名要洗礼，兄弟姊妹，请你赶紧伫今仔日进前吼，来办公室遮报名，互咱的传道部来安排迄个真理的课程吼。所以，若是咱有意愿要接受洗礼，兄弟姊妹，欢迎你。踮伫今仔日进前来办公室，才来报名。好啊，昨我有放一个影片，踮伫迄个咱的 YouTube 频道中间是一个教台语的影片吼。啊，这是我甲几个同工做伙咧想，啊，因为新版的台语圣经要出来，啊，所以我就开始想讲，我想要有一个行动，就是鼓励少年父母来练习带因的囡仔读台语圣经。啊，所以一摆一个影片差不多7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分享，互咱的囝儿时岁吼。啊，甲因讲吼，你一工用这7分钟，甲迄8节，咱即摆第一集敢若8节安尼啊，2礼拜咱会出一集，啊，2礼拜练8节应该练得起来吧？若是父母认真要带囡仔练吼，2礼拜8节绝对练得起来。啊，若是一直安尼会当继续落去，读甲马可福音读了，我想迄个囡仔台语应该就好啊。所以请大家共同来努力啊！所以我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读圣册部文字，读圣册就是读圣经嘛。啊，部文字就是亲像囡仔咧学台语共款，你啊安怎读了袂顺，所以叫做读圣册部文字。所以欢迎咱踮伫 YouTube 频道顶面，咱会当用来分享，互咱厝内底的亲人嘛，鼓励咱做伙来讲台语。啊，真正嘛，踮伫即项事中间有2个未信者的青年来甲咱拍片，拢毋是从来毋捌参加教会，总是因竟然愿意头一摆来教会就开喙读台语圣经。所以其他的青年听到即项事，拢讲无说你这真正伤厉害啊！一本台语圣经会当青年传福音，这大家人袂去想即项事，所以期待大家咱会当做伙分享，透过这短短的短片。啊，鼓励逐人一工用5到10分钟练习读台语圣经，安尼咱台语一定会进步。所以邀请大家做伙来努力。好，我报告到这，咱做伙来吟上吟的诗歌，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真爱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愿上主大真爱，应点你是今来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甘你行动在，愿主兴更变就你经主必关台你，主信心保守你对之事，高兴世界大。愿上主大真爱，应点你心内，主的听每时刻，甘你行动在，愿主兴更变就你经主必宽待你，主信心保守你对之事，高兴世界大。
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啊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咱愿意奉献咱家己，成做上帝的奴仆，成做四周的祝福，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。